来讲，台南市目前正伫咧举办台语月活动，连续休困时啊，拢推出台语词啊，这就是当头家和民众拢专门讲台语，连看板嘛拢写台语，学语言嘛通体会到真感动人的人情味。上好啉的台湾茶来啉茶哦。下晡来到台南五园踅市啊，这个市啊有啉的，嘛有食的。这边有古早府城的大卤面，遐卖是龟粒的山野冰。你敢有发现，这的看板拢写台文，头家嘛拢用台语介绍。拢伫遐做，鸡啊、起面啊、树果，还有迄个鱼白。袂歹啦，会当推广迄个台语的文化安尼啦，啊，会当来了解一寡用传统的台语要怎讲。就是想要学台语，这位妈妈就带后生来踅市啊，也体验安怎写学语。放入去水内底，放入去内底压落，出力落。陈小姐甲后生住伫英格兰，伫厝里主要是讲英语，也毋过全家伙仔转来台湾了后，伊就开始甲后生讲台语。转来3个月尔，我咧学啊，就是你家讲伊拢听有啊，嘿。现场有足侪囡仔对这种东公仔车最有兴趣，拢是第一道耍这种古早的佚佗物啊，阁有会使体验安怎印衫。太好迄苗种。白衫印出台湾点心的图甲台文，伫这大推广台语文的，嘛有足侪甲台语的文字变成的产品。这毋若讲台语，阁会使写台文。台语其实嘛有文字，而且你只要讲会出来，就写会出来。阮会家讲台语，当然因着加减会讲台，就像讲，我调工做爱摇，大拄就大家问讲，你一碗卖10块，我讲因为趣味啊。主办的台南古城联合工作室希望打造一个友善的台语环境，互百代世界拢会使一边耍一边食，大家拢来练台语，博感情，交朋友，嘛来感受台湾人的人情味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做台南报道。